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读诗篇第2篇。外邦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，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，我的圣山上了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。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，当存敬畏，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兢而快乐。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。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阿们。今天读经就到这里。今天的经文是一位受膏者的信仰宣言。基督就是那位受膏者。当时的以色列国和今天的教会就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。那些敌基督者要谋算怎样反对上帝的受膏者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商议如何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如何抵挡以色列国和今天地上的教会。使徒行传在经历了使徒彼得和约翰被天使解救出牢房以后，就一起高声感恩祷告，也是一种胜利的宣告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，甚至也有以色列民聚集攻打神所膏的圣仆耶稣，逼迫跟随主的人。他们引用诗篇2篇，祷告求上帝监察，让他们面对恐吓可以放胆传讲上帝的道，并且使神迹和医治发生。今天的以色列受到周围敌人的包围，教会也是在世界的反对和侵扰当中。基督徒难免在这个罪的世界中受到各种的逼迫。然而我们要知道，受膏者耶稣已经得胜，上帝必和那些反对的势力征战，并最终得胜。神的百姓可以坦然无惧，那些反对基督和教会的人和势力将受到嗤笑，因为受膏者已经被立。基督和教会要传神的旨意，上帝要将列国赐给圣徒和教会作为基业，也要赐田产。上帝要用铁杖打破那些反对的人和势力。当然神的选民和教会也要警醒，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兢而快乐的心，免得像外邦人遭受上帝的怒气。凡投靠耶和华的都是有福的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。愿神州大地都以耶和华为神，那就是中华民族蒙福的开始。阿们。